觀眾朋友，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起來，我名叫劉浩明。在萬巒鄉的美神所隔壁有一個高齡的服務中心，其中也要3樓係用我哋的屏東縣腦性麻痹協會所辦的我哋的萬福日照中心。我哋今日貴榮幸邀請到我哋的一平主任來到現場，同我分享講當初做冇對公僕們專業我哋民間的中心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一平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個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家子弟戴一平。一平，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以前係睇公僕們嘛，嗬。係錯。但是做乜人家會專業我哋日照中心咯？這下應該嚟講，我之前嗬，都睇個屏東縣政府嗬，這下我都擔任個照顧服務專員嗬，同督導嘅一個工作嗬，都差唔多有12年嘅時間啦。到去年嘅時節嗬，因為我照顧我陸卡人，因為陸卡有創業來啦嗬，因為兩個9年嘅生意咧，後邊啦照顧陸卡人，佢下突然講我哋啲工作嗬同家庭嗬雙方面冇出去照顧到嘅時節嗬，佢下路嚟想講嗬路冇路縣政府有個投入嘅部分嗬路來辭職安尼，佢下嗬因為有個萬福前任嘅主任嗬，而家。地底講，佢行嚟想喺度離開一個屏東縣政府，所以都邀請嚟講話，係咪有一個機會嗬，可以多一個萬福日照中心，可來做主任嘛咧？佢下有咩人哋我之前那個辦公室嗬，都睇下個萬福日照中心隔壁，嗰種話佢下都很明講啊嗬，去到日照中心嘅時間，將下班嘅時間可以來配合到我生意嘅時間。喺假使講喺創業外嗬，有乜嘅小人病痛嘅時節嗬，係請假嘛，嗰個請假嗬，可以馬上帶去看醫生。因為個太重點嚟講啊，因為係幾下提下縣政府嘅12年嘅經驗嗬，都喺長期照顧一方面業務係嘛，有個數啊幾下裏面講嗬，因為過去嘅話嗬，對於學人啊，對於單位嚟講嘅話嗬，會有個幫助。所以我幾下都想講咁嘛好。都有個萬福日照中心嗬，來做主任嘛。係。咁即係按你講咯，嗬，人家喺公務員以前係都係專門係做志工業嘅專業咩？我哋唔係做志工，我本身嗬學嘅係沙工。沙。以前都做沙工嘅。係我以前應該按你講，我一開始唔係做沙工。我睇嘅太學嘅學歷嗬係做嘅水產。生活方面的你都推嘅時節嗬，陸卡裝批啊，陸開始因為有人機是有嘅嘛，陸開始嗬是有人照顧嘅，其中一個裝批嗬，陸從外去遊覽嘅時節嗬，陸有發生意外，陸去送路，安尼，都好有一個親戚嗬，佢考慮到醫院嚟去看下定裝批嘛。佢下一路提倡到件事情都講啊，多時間喺裝批哦，喺出街嘅時間，然後自家照顧還是講啊，都有個養老院來照顧。你自家照顧嘅話嗬，都等於講，你自家都冇對上班嘅嘛，都冇薪水，都卡錢冇用，全部冇用hết。我講一半嘅養老院來照顧嘅話咧，而家開銷嘛千太係。佢下嗬，馬鬼檢查一個親戚，而家下如何提倡一件事情，如果可以試看咯嗬，來打電話問一下一個創世基金會，好專門嚟照顧一個清寒植物人嘅一個單位，可以來問看咯，係咪有乜嘅資源可以來聽數安尼。咁佢下呢，都先掃描如何去請一下一個創世基金會。而本身咧做呢方面嘅服務，了解到講啊，而做一個服務嘅部分嗬，我哋啲裝批嗬要符合一定嘅收案嘅條件，所以我哋喺度都望打開啦，打電話試看啦，或者打電話本入嘅創世基金會，佢下嗬接電話係創世基金會嘅沙工，我哋嘅沙工嗬請有耐心喎，要。躺喺後公路卡發生乜嘅事情，如
伊點點來通來講，伊路一步一步吼，提同來講吼，18米我用來處理一件事情，裝批的事情吼，這個唔是少，多時間係真係吹煙的時間吼，多時間我哋會沙工會過去吼，伊哋呢單位注意嘛會過去，看下哋裝批的情形，係做得吼。接轉去創世基金會、屏東分院來照顧的話吼，一定會聽數。接下來如本來有個國泰一個心情，因為一開始發生事情的時間吼，嗰種吼係跌落一個河壩底度嘅，接下來吼車滿喺河壩底度嘅毛都跳起嘅樣嘅。接下來如經過沙工安尼一悄悄同我講以後吼，喺心如果開。嘅下吼，如佢感謝一個沙工，因為安尼嘅關係吼，所以我如18米吼，要再去拓天嘅行業，如拓一個沙工呢部分，係畢業以後如開始做一個長期照顧嘅工作吼，如一次都做到幾難。幾時間伊做死啊？如我哋裝批發生事情嘅時間咯。我嘅係28歲，係。嗰時候其實對28歲人來講嘛，伊幾個沙工對伊嘅聽數係伊哋過去創業嘅一條索嘅啦，綁對河壩地部綁上落一條索嘅。係索。但是有人會認為講，安尼方啊，都快喺把佢認真工作去飛開啊、沙飛啊，但是冇想到即個後來都調業變成伊哋索嘅吼。係。咪幾下吼經過幾擺。同沙工接觸吼，今日啲經驗吼，本來來講，可以幫助青態。再過來又感覺做沙工一件事情，佢有意義。再過來後，如果講今日同沙工一接觸嘅時間吼，如果有一個感想啦。人家講事情嘛，事情嘅兩件事吼，其實亦可以拆開來，都拆咗講事同心情。人家讀到呢事嘅時間咧。讀到那事情的時間咧，到底是要先處理事，還是處理心情？我要是講人那個經驗吼，同佢講，嗰急嘅事吼，要先處理。比如講，有個人可能心臟病發作吼，馬上要送醫院，嗰急嘅，都事要先處理。唔過咧，喺講有個家庭吼，已經到一個問題嘅情形嘅時間吼，其實要先處理嘅吼，係要看你的心情。心情部分我處理好嘅時間吼，不要心亂嘅時間吼，再來處理事吼，可以處理得更好啊。咁從這個嘛係帶著一種算是感謝心情吼，去行業伊的新的一條路吼，一定係在做沙工嘅一條路，從事嘛聽我哋公部門作為11年，喺11年地步，你這個有影響過什麼一啲事情？我有一擺吼，我一看一個。政治人物，咧阿美，幾下吼，因為大家攏底下講政治人物好像親無限嘛，所以一開始就同佢打招呼過後吼，都表外頭嘅都同伊都看人吼，為伊媽媽，為伊阿美吼，都開始做身體方面嘅評估嘛，幾下評估過後吼，也個阿美吼，伊本身我哋看起來吼，伊都已經。還有失智症的傾向，當然我哋咩醫生我哋冇去診斷啦，但是如果話你一個傾向嘅，佢下吼如有同一個真正人物嘅家講吼，阿妹吼已經有兩個情形，我哋同佢評估下來吼，有符合我哋服務嘅一個條件，佢下如果講到一件事情，講啊，喺阿妹吼喜好幾困難，也冇阿爸做嘅話吼，而唔肯出門。佢下如同一個阿爸吼，如果講到講喺18秒去人間照顧中心嘅時間吼，我係咪可以先批定過去批2個禮拜，啲過關了以後吼，再俾自家摕個片，俾照顧吼，下晝4點左右吼，如果跪到碌卡，有個阿爸吼，其實唔肯，如果感覺親麻煩。真正人物家吼，嘛咧見我哋拜託講啊，我哋個專業喺咪嚟佢哋強要一點，因為深度咧唔係講吼，
我來評估可能1點鐘的時間呢，我冇法度吼從你哋陸客人吼，鄉下吼生活，按到1-2年、3-4年的時間按久。唔過我記下深度按嚟想啦，啊記下我都同一個家講吼，我講睇你陸客吼有萬人對我嘅阿妹吼，佢有發出講法，我如果講聽伊講啊咧，如果我喺西古啊，吼啊如在2禮拜後，如嘅嘛嘅阿爸見嘛，伊如會多轉來。也如我哋講嘅所謂的 key man 關鍵人，我講好，安尼麻煩人西古嚟聽數，2禮拜過後後回來，同嘅阿爸阿妹吼來講，當你叫中心吼，來接受一個服務嘅一條事情。結果2禮拜多嘅後，一個西古回來哦，真係因為西古一句話，因為阿爸嗰時嘅世上冇嘅係。一路合作一家家，迄物件叫做個中心。好彩呢吼，好彩伊也會照顧來講，又話伊講得通。嗰種陸客事情其實愛歸到我哋陸客人去互相去牽涉，同時互相去聽數。頭先下我下段節目，我哋買過多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所以節目來自我哋萬福業務中心嘅主任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，伊當初做我行業沙工一條路，我想請問一下主任，因為頭都已經講到我哋業務中心，因為即個對公部門已經使到我哋嘅算是民間嘅單位嘛吼，但是業務中心一般來講，業務服務嘅內容有哪啲哇？你講服務部分吼，其實有分到3種。一種吼係成人的老人家，或者吼失智老人家，啊再過來另外啲吼身心障礙嘅醫療中心。喺以外啲醫療中心來講嘅話吼，伊服務嘅部分吼，如果有幾乜嘅啊，將早晨頭吼來到醫療中心嘅時節吼，伊聽下做生命政策、生命真相嘅量測嘛，啊第二講有發燒冇，血壓嘅時候有正常冇，吼。啊，再過來嘅話，吼，伊聽話有個健康促進嘅一條法通，啊，或者個動靜態嗰條法通吼，全部咧係地度嘅。或者個重要嘅部分吼，如係社區共融嘅部分，啊，因為我哋嘅乜嘅啊，公共服務中心吼，一樓吼有個慢慢俱樂部，有慢慢俱樂部嘅部分吼，最主要係本有嘅健康嘅老人家去做運動嘅。好所以我哋咧學人吼，伊哋。有時間吼，馬我多留低下吼，同我哋呢一條健康嘅裝備吼，向下來做一個運動吼，來做一個互動啊！都有講到講有3個嘛吼，伊啲成人，伊啲失智，伊啲身心障礙。咁更加來講嘅話，能屬於伊啲對象範圍太約到哪啊？我哋屬於最主要吼，伊聽講有2個身心障礙證明嘅吼。那麼多人哋也騙，我頭都講到嘅成人啊，失智老人家吼，伊唔會聽人哋啊。啊，我哋說，我哋因為吼喺腦性麻痹協會吼來設立嘅嘛。我說我哋更加學人吼，大部分吼攏腦性麻痹嘅嗰度。啊，我純腦性麻痹嘅吼，其實冇咁多年咯，伊大部分吼都係多重障礙。吼，比如講，伊腦性麻痹啦，伊可能有個合併吼嘅人家講。或祖馬點，好是癲癇的部分嘛，合併癲癇，還是講啊好，伊本身有個合併嘅肢體障礙，好還是智能方面的，一方面咧好係最多嘅，啊再過來我哋因為嘅過動症，好罕見疾病為自閉症的部分。咁更加來講嘅話，唔等，第一講唔等咧數嘅人嘅範圍度歸屏農園都可以，還是講有附近嘅鄉鎮咯？應該有按你來講，其實好數位化好全屏農園當然可以，不過我哋屏農園好一定係錯，冇錯，會煩。嗰時候嘅下好我哋咧執行上吼，嘅下如果有面對一件事情咧，
一開始伊佇屏東市吼先成立第一家一個腦性麻痹日間照顧中心嘛。啊，說白面因為有個籌組一片咧，一個學員每日親做，伊如果到屏東接受服務，嗰時講起來吼嘛真辛苦。嗰時佢喺這行中，如果面對一件事情，如果提一個晚晚吼，提一筆申訴一片吼，又在成立一個天一家。嗰時你希望講可以就近啊，吼，就近咧可以去聽說講呼吸的一種腦性麻痹的一個，所以我哋啲朋友叫我來提下俾一個照顧中心，可以俾你照顧到。咁對啊，今日來講法，差唔多有幾一多人提下俾一個服務嘅範圍點對咯？我哋而家吼有18個人，啊，如果對吼8歲吼到45歲吼，都佔誒17個。啊，另外吼還有一個幫妹吼，都72歲，嗰個72歲幫妹吼，伊係無法度講話，啊，耳公聽唔清楚。係。咁而家又來講法，一種是一年嘅發通太陽係用嘅呀。哦，一年嘅發通吼，如果年日吼，我哋咧時機太過吼，同我哋學人再來過後咧。呢度點最來啊？差唔多就點最多。哦，我哋最早都8點，啊，時機太過吼，最早吼6點半如果出差。係啊，冇唔通你可能8點可以到翻，有的嗰樣地方真的是7點啦，攞嚟最多，吼。錯，好多吼主持人講到件事情，他可能希望講吼，佢哋附近嘅一個鄉鎮吼來接受服務，啊，係最理想嘅。政府嘛希望講吼10公里以內最理想，唔過吼，而家腦性麻痹嘅資源冇按到嘛。嗰種係最近咧咪接到南竹、東港。哦，或者像新營，馬家鄉，係咯從國人嘅，國人嘅部分嘅話，一天都喺嗰做出門啊。冇唔錯係，嗰度差唔多都8點人到中心，咁英語咧開始咧發通很用嘅。哦，英語咧發通嗬，早晨頭嗬，大家來嘅時節嗬，因為陸陸續續都開始多嘛，啊多嘅後尾，不一定咧，如果我哋有請嘅物理治療師嗬來做一個評估嗬，啊如以物理治療師吼，啲建議部分都開始協助我哋啲學員都開始嚟做運動。啊，我哋學員個特殊嘅部分都講啊，像我哋本身吼身體好好個強人嘅方，我行通個自由嘛。但是我哋學員太半都坐輪椅個多。我說來嘅時節吼，如果有個適合一定嘅一個附件嘅一定器材吼，嚟不一定要做使用啊。啊，早晨頭來吼，做一條運動過後吼，如果開始會安排緊你個靜態活動，後來不一定做，比如講畫圖啦，還是拼圖啊、積木一方面嘅。啊，你時間差唔多後到當主頭時，當然如是當主啦，如果休息，啊休息到點半以後吼，又係卡拉 OK 嗰度，吼不一定做嘅社會嘅交流啊你。因為咧發太半咧發通路話嘅，差唔多多點啊，下晝多點。下晝頭嘅發號都差唔多到3點半左右。然後陸續都嘅司機泰國都啲人送過去嘅。係喺先坐茶嘅嗬，當然如果先都留低下一點嘛。啊其他話冇坐茶嘅嗬，我哋還是安排其他課程，都繼續不一定用嘅。咁種唔知個對公部門按嚟專業去以後。你這個因為有你這個來也俾啲中心有改變嘛嘅嘢，冇強嘅器材啦，冇強嘅啲上課嘅方式嘛。有咩多講？雖然講我哋中心嗬有間你火災避難區嗬，佢還有規劃有一期。唔過嗬，我都咩多講啊嗬，頭班如果講天窗嘅防漏雨嘛，係嗰時候度假機器嘅話嗬，喺一擺避難嘅話好方便，因為我哋咧學人嗬，而冇法都走嚟條下雨啊。喺真係放射烏嘅時候，冇話都走。嗰時候幾下都前嘅個消防隊後，嘅小隊長過嚟後，都傾下討論，要再增加呢種氣壓嚟。啊，除了一個以外後，我哋要再增加一點呢個復健器材。頭先講到講我哋啲學人嗬，大部分都坐輪椅。其中一個復健器材對我哋嚟講，貴時啊，但是買最強嘅，而邊嘅一台係18萬，對意大利進口嘅。如果嗰廠我哋頭擺啊嗬。睇學行嘅時節咧，嘅你拿卡茶嗬，佢參加嚟啦。幾多成人係用嘅嘅你學步器，好，
個學步器的部分吼，去年的吼，來時節都開始下一個計劃吼，都同一個衛生福利部吼來爭取，佢下都要本來定成要通過吼，可以買一台，一台其實唔難用，我說話佢下都同我哋平常嘅以前最好中心吼，再加一台入來，加入來以後吼，而家兩台吼，本來就學人，佢用一個學步器嘅部分吼。佢開始嚟練行，係按照對人嘅幫助好要。多多講到嘅幫美吼，而行動佢自由，因為躺唔到。而時候係乜嘅？而時候都跑步機，嗰個跑步機嘅部分吼，我哋咪再買入來。另外都係佢下實呢邊嘅日間照顧中心嘅時候，都面對件事情，因為坐輪椅嘅多，你坐久嘅時間吼，有個床嘅吼。消化嘅方面吼，其實唔會改好嘅活動嚟。嗰時候佢下都要買3台，一個輪椅律動機，要扛一條嘅輪椅後都送一個律動機當過行，如果佢是正統有經驗，係啊，佢下家屬吼本來就回饋吼改好，如果用律動機軌道落嚟吼，嗰唔會便秘，水冇行，嘛水過好，係。嗰時候。其實一部分我都想底下都提到呢件事情都講，因為其實我相信有幾多嘅家屬，我都講家庭吼，因為有一個重視的天數，提講一兩人平常他跟你上班的時間，伊嘛有一啲班可以上，吼嘛伊另外地方上課，哈，我有個司機泰國一起接過去，然後一起天數，然後他跟你可以安心去上班，哈，同時有安尼練習，有個體能，那我們講你如果在睇到卡，體能都慢慢的越來越弱。因為喺中心又有強程又有專業嘅人去聽數，然後下晝啱啱過去嘅時間，伊都可以講到有改變。咁但有幾種接觸到講，有中心嘅伊啲協助以後，表現哋家屬容易照顧，結果伊即個生活地位真係有改變嘅。生活改變個太嗬，係譬如一個死人嚟哦，8歲，伊平常時冇聽我哋有，而家寒暑假那過來。因為咁多嘢改變最大，因為伊嘅阿妹嗬，佢有心。雖然講已經而家踢拖骨手，拖嘅特教班嘛。伊阿妹佢有心喎，每禮拜4號攏帶囡入去死人嘅嗬，去醫院嚟去做復健。等到寒暑假時間來到我哋一片，又開始用我哋頭講嘅學步器嘅部分嗬，又開始嚟練行。經過1-2年嘅時間嗬，都發現有個太轉變，你可以講啊。已經行路吼，一行一爭嘅。其實我對於萬歲開始吼，一方面係真係要照顧到嘅話，因為有個成人咧，下一擺吼，而家用輔助吼來行路一件事情對嚟講，唔會有太問題。像我哋更加太過學人吼，因為萬歲時節吼，伊冇接觸到入嘅快嘛，所以如果坐輪椅坐久啲嘅吼。參嘅嘢腳都磨啲都開始會變形啊！係。嗰時因為有我哋中心嘅協助，嗰時我哋家屬嘛可以各放心嘅把入個家庭去交伴我哋嘅中心。首先下我看到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內容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首先我來自我哋萬芳日照中心第一篇中醫來到現場，同我哋分享講，伊哋照顧過程地步，伊哋發現到乜嘅問題，我就想問一下主任喎，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，其實我哋身心障礙嘅人士，伊哋面對入邊年齡越嚟越老化嘅吼，而是有時嚟講，伊哋早期可能冇有個幾好照顧，但是伊哋老化時節，一條功能咧，伊哋確實冇越嚟越明顯。咁點樣去面對到講係等那個老化嘅嗰種障礙嘅人士咯？從我哋健家來講嘅話，從我哋地都嘅嘅學人嗬，大部分攏20-30歲過多啦。當然，頭先主持人講到嘛，冇錯，漸咪會越嚟越老。以我哋嗰邊來講嘅話，嗬，我哋呢個照顧先生嗬，照顧服務員老師嗬，佢哋本身嗬有一個嗬係護理師。專業嘅，兩個係輔助專業嘅。
我說吼，悄悄的讀到一個我哋學員吼老化以後吼，一個照顧吼，其實對人嚟講唔會太困難。不過困難的部分就係講啊，佢每一個學員喺老化以後，也出現一個情緒方面的障礙吧吼。其實情緒方面照顧我好困難的。形容一種案例，某個情緒上面的一個障礙咯。哦，比如講，而家會出現嘅自傷啊、傷人，有安尼情形嘅時候，如果變啊，我先帶去本醫生看，好由醫生一片吼來用藥來用看咯。而家講而家心情吼，喺個平靜嘅話吼，冇一個自傷傷人嘅情形啊嘛。雖然講伊可能，比如講吞東西有困難。好，時而你去吃飯的時間吼，或者咧照顧服務的老師吼，一方面還是可以照顧的。嗯，因為可能老化最常見都講，做拖可能最尾一個講到講，可能以前會做到嘅動作，吼，慢慢的因為老化關係而冇辦法做嘅。比如講食飯，以前可以過自然的食飯，但是後來老嘅，伊可能吞的功能已經慢慢的已經退下來，吼，伊變成人家吃飯。但是你頭講嘅情緒的部分，等於講。老嘅時節會變成個性會開始改變係咪？唔係每一個人會改變，因為老嘅時節吼，有啲人會變啊講如失能嘛。他有啲人吼，如果開始真係如出現嘅你情緒改變嘅時節，比如我有可能阿木頭甩唔得，甩唔得嘅時節，天然吼，伊嘅心情吼如改唔好，有看其他人吼如看唔順眼，有時節吼會發生衝突。我所以一方面咧話吼，有時要再同醫生嘅片吼，再去討論，讓我去調整伊嘅藥嘅，不要好衰冇。當然，佢每日喺講調整藥嘅過後吼，伊嘅心情嘅部分還是冇法度調整過來嘅話吼，有個時間會突然講聽下突然間照顧中心都冇適合嘅，我哋如果開始開一個跨專業嘅討論會，然後討論講。一個學員吼，實際面要轉去哪一個適合嘅一個單位嚟接受服務安尼。佢一般人來講，唔知家健康嘅體育中心地方，我哋常講照顧，但是照顧地方嘛有一啲個中心的核心的想法，我希望講，亦都本人照顧嘅嗰種嘢，而最尾可以影響嘅一個改變。其實一個中心嘅一個價值吼，如果講啊，尊重我哋咧按。我哋咧學員咧吼，伊本身咧自主嘅能力，尊重吼，伊家庭講，伊要做乜嘅事情，伊要對一件事情來負責。從頭擺喺照顧嘅時節吼，攏係照顧服務員老師吼，攏全部攏做偏偏嘛。按做偏偏嘅時節吼，學員吼，如一照顧一退化。其實以中心來講嘅話吼，我看到學員吼，已經有乜嘅事情要慢做，佢做得來。唔好去講，唔好去看講啊！吼，伊乜個做唔來，好發現他的優勢的部分，如果是伊可以做嘅部分，吼，如比自家做，啊，照顧服務員老師吼，用引導嘅方式，悄悄嘅吼，就開始訓練啊，不如吼用遊戲吼，練遊戲吼，如果習慣嘅吼，規氣吼，佢將提你間照顧中心吼，學到嘅東西吼，都可以。一方面來講嘅話，吼，嘛可以減輕一個家屬吼照顧嘅一個壓力安尼。啊，當然喺以外啲咧學員來講，有啲學員可以安尼做，他有啲學員吼，因為已經個身體吼，攏已經坐輪椅坐久嘅吼，全部攏變形嘅嘛，而且真係冇法度安尼做嘅。啊，伊本身有可能有合併嘅智能方面嘅障礙嘅話，佢都真係要個照顧服務員老師嚟協助安尼。因為從中有講到講，其實都希望講可以去唔可以看到伊已經冇嗰個功能啦嚇。其實可以培養伊而家有嗰個功能，但是係咪有啲個家屬其實睇到卡照顧嘅時候，如已經把伊讓講啊，乜個事情努力做起嚟。因為我有啲人講啊，我做過腳啦，嚇，讓啦。咁有一部分要同人哋家屬去做溝通嘅嘛。有，我哋家下有讀到一件事情，我哋講啊。因為我哋睇一個依家照顧中心嘅時間吼，訓練我哋學員吼用嘅牙刷嘅，沖牙齒。啊，沖牙齒過後吼，攰到卡嘅時間吼，家屬吼又腿搓偏偏，
變到講吼，一片面訓練嚟，規氣冇繼續做嘛。我說如同個阿妹吼有啲溝通，講其實吼也生人嚟聽下第一片吼，以後會自家搓牙齒，規氣可會俾自家搓乾咯。如果冇啊，幾耐時間為搓都唔會搓啊。如果唔怕人可以吃人吼，比搓乾咯，喺魔法可以買個電動牙刷，好來用下嚟。係啦，其實家屬有時間吼照顧這個習慣以後吼，其實我真的另外一個方面真的如。我當然伊可能去自家去練習，自家去慎重的一個過程。係，但是其實重心地方其實評估以後都發現到講，其實有的其他功能其實蠻幾好嘅，同時蠻可以去練習到伊去自家照顧自家嘅部分，其實都真的要同人哋家長去做一個溝通講，一部分人都可以去表述嘅啦，好表述去做。但是吼，其實我想到講，對一般人來講，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共用中心嘛。好，睇醫療同人哋傾下，咁一般可個正常嘅啲阿伯啦，後包埋傾下去唱歌嘛，吼。咁他可以接觸到一啲我哋算是有一些身心障礙人士來講嘅話，一般人要用嘅心態去看一啲朋友咯。我比較啲吼，去建議講吼，我哋啲觀眾朋友吼，喺講下有限嘅時間吼，佢多多嚟參加我哋一個身心障礙團體。來盼你發通，吼來接觸到嘅時節吼，第一講吼，有個身心障礙人士吼，以前伊嘅身份吼，有哪方面吼冇偏離嘅素材，吼我哋悄悄嘅吼，如果地得用我哋同理，像我自家本身吼，如係會利用嘅寒暑假喺生意喺了解時節吼，如會帶定起嚟而家照顧中心，一開始咧喺生意我冇人講，爸爸做乜個妞妞吼。因為安尼無法度講話，吼，那我發嘅你聲音出來，我就講吼，因為妞妞吼，萬歲出世嘅時節吼，伊腦魚去爽到，但是你去觀察到冇，其實妞妞已經喺睇糖鹽光嘅時節吼，伊嘅身體會開始睇疼痛，伊會歡喜安尼，我生意都講要，我同我生意講，你第一要上去同妞妞傾下交，要講好。我說吼，從小都開始培養一點吼，喺一般吼，一點悄悄的吼，慢慢同理一點，因為原因一點慢慢老，伊哋會記得講啊，係做乜嘅阿爸阿妹老嘅時節會變到樣嘅，如果有啲嘅同理心啊，其實都等於講，對於對我哋身心障礙人士嘅生活地步，就看出，其實他個人總有一日會變老啦。哦，唔講人哋而家人數據好好，人哋都唔會有安尼原因，其實真係佢快講。我冇得講，其實人哋睇現實有一日嘛會變成老化時節，或者多多少少都開始有安尼相關的一啲情形一啲出現。嗰時我認為也係一個正常啦，哦，也係一個正常嘅一個老化過程，我哋係正常嘅一個病痛嘅過程，只是講而家睇也成功，我哋看到安尼一個案例，哦，其實我哋用一種。個同理嘅一個心情去了解已經係咪一個處境，吼，如像我哋喺一般可能我哋自家無論我哋睇現實，可能會有啲相同嘅處境樣嘅。咁唔知個去到見啱咪醫療中心差唔多嘛1年半嘅嘛，吼。係。有唔知個影響過什麼一個案例？哪方面影響過什麼？譬如講，伊係要改變啊，無論講伊邊嘢改變，變成伊係要落卡伊嘛，聽咗嚟改變一個案例。有。而家下吼有一個佩佩啊，伊開始來時節其實吼，如果點錢吼，如錯題嘅片吼，如自家做自家嘅事情。是本面吼，因為我去年如開始有申請到一個學步器嘛，有學步器以後吼，我就開始鼓勵伊，伊用學步器之後吼，伊開始學行，伊悄悄的吼，伊如果有效用，係伊。攰到路卡嘅時節吼，伊阿妹嘛同人講，伊攰到路卡嘅時節，雖然講伊還是冇都去講話，但是吼，如同路卡嘅互動吼都變得好多啊！嗰時其實伊也要睇你哋醫療中心嘅一啲改變吼，會影響到路卡嘅家庭。會影響到，最主要係伊健照顧中心嘅話吼，伊係團體生活嘛，伊。可以同其他有啲話咪有好多講話學人吼，有啲互動嘅部分。尤其將頭先有講到講將醫療嘅啲演化組織俱樂部嘅部分吼，
雖然講我哋阿爸幫袂好，一開始提擺喺獨棟嘅學人嘅時間，伊哋可能感到用對人冇乜強用，但是漸漸接觸久以後，伊哋嘛地帶講啊，其實伊哋嘛幾好相處，咁。喺節目嘅最尾啦，有一句話對我哋講，今日係照顧我哋身心障礙嘅家屬，乜樣嘅一啲想法冇？我想同我哋，我想用唱得嚟啦，一條嘅歌詞啊，我雖然冇嘅硬撐嘅一家，也一樣能自由飛行。只要可以本愛，強勇嘅陽光，愛一樣可以將作壯。到咗依片主音唱嘅一條歌嘅地方，有一句話嚟講，雖然冇一啲貴重嘅一格，但是我嘛有一啲非常嘅自由嘅心啊！我相信我哋嘅事情障礙人士，而我也唔係講我哋嘅一啲可憐，其實希望講我哋對人係一啲公平，同時係一啲友善嘅一啲眼光。基本感謝我哋中醫羅先生，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。休息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到我哋嘅面書、網站，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。